香港2025年近期假證件與監管失守事件整理。2025年，香港多個領域接連爆出假證件、偽造文件及監管漏洞事件。這些事件不僅涉及教育、移民、建築和醫療等領域，還暴露了系統性問題，如審核鬆懈、腐敗滋生及事後監管不足。以下按類別整理主要事件，基於公開報導和官方聲明，時間線以事件曝光或發生為主。事件多源於分包鏈條複雜、誠信缺失，導致公共安全和公信力受損。政府已啟動多項調查，並承諾加強事前審核，但專家指需全面改革以防假證時代擴散。一、教育領域，讀研假學歷泛濫。香港大學入學申請中，假學歷問題頻發，影響本地及國際招生。2025年上半年，多所大學發現數百份偽造文憑，主要來自內地申請者，涉及本科及研究生入學。主要事件：香港大學 QQ 和香港中文大學給26分之2025學年招生中，拒絕數百名非本地生申請，因學歷證明涉嫌偽造，給單獨發現數百份假文憑，警方介入調查。5月，一名內地學生使用假常春藤盟校文憑入學，被判監禁8個月。DSE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自修生報考中，內地考試移民案增多。2025年約2370名內地自修生申請，部分涉雙重學籍及假辦學證明。教育局設突擊巡查小隊及舉報機制打擊違規。監管問題，審核材料鬆懈，部分中介開大通過率。教育局已收緊自修生要求，但本地生擔心學額被內地生佔用，引發攻防戰，影響動搖高等教育公信力。2025年前7個月，警方接獲126起假學歷報告。2、移民領域，高才通假學歷醜聞。高才通計劃高端人才通行證自2022年推出後，獲批逾10萬人，但2025年假學歷申請案激增，涉及 A、B、C 類申請，頂尖大學畢業生或高收入人士。主要事件：7月下旬，入境處搗毀一犯罪團夥，使用假學歷申請高才通，拘捕18人，涉案者多用偽造頂尖大學文憑，如清華、北大申請，獲批率本超80%，但續簽率僅54%，可見灰案如波。2023年期假陳述獲批高才通，2025年續簽審核加強，入境處要求提交刑事定罪記錄，合資格大學名單擴至199所，內地23所，但非學士學位碩士、博士不可申請。B、C 類，部分中介營售假證明。監管問題，材料審核依賴中介，續簽需在港工作、居住證明，月薪大於等於3萬港元，但初期低門檻宣傳導致濫用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指，每年3.5萬獲批為最低目標，但政策收緊中，影響逾9萬人獲批來港，但部分拿身份後走人，本地勞動力未有效補充。2025年1月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陳國維稱已收12萬申請。4、醫療領域，醫院工程假校正證明。醫院擴建工程中，震動監測儀器假證書曝光，影響患者安全。主要事件：12月9日，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報警，指瑪嘉烈醫院麗景大樓擴建工程分包商樂和工程偽造5份儀器校正證明，4份2025年10月28日，1份2024年11月25日，非由廣東中正航計量檢測有限公司發出。25、樂和同時負責欽華醫院、聖母醫院、葛量洪醫院及北區醫院震動監測，醫管局暫停其工作，全檢相關工程。25、北微轉感科技10月27日終止與樂和合約，總承包商中鐵建設未及時發現監管問題，分包連場，
承建商每年校正儀器，但監督不足。醫管局強調零容忍，但過去半年無震動暫停醫療報告，初步評估無影響安全。25. 影響保留法律追究權，全面核實監測數據，暴露工程顧問巡查漏洞。5. 其他相關事件，假證書泛濫與系統監管危機。假證件問題不止上述領域。2025年多起案反映假證書時代，社會短視、快錢心態盛行，交易成本飆升，建築延伸、火災後，柴灣風華、北角富澤花園、紅磡萬高花園等使用假防火證書棚網，警方調查，政府採購飲用水假證書案，涉偽造檢測報告。職安健，廉署拘10人涉行賄換寬鬆監管鋼筋工程，安達臣道項目6座樓，詐騙上升。2025年拍料學生被騙100萬港元，整體罪案94,747宗，假冒客服電話騙案5,575宗。監管問題，側重自律及事後檢查，防君子不防小人。專家呼籲第三方驗證，數字化追蹤及聘更多人手打爛沙盤。政府回應2025施政報告提加強培訓及雙向溝通。保安局上線修例風波真相網站，間接強調誠信。這些事件形成連鎖反應，假學歷侵蝕教育公平，高才通假證影響人才引進，大火假網釀慘劇，醫院假證明威脅醫療安全。根源在於監管轉型滯後，需從被動追責轉向主動預防。截至2025年12月11日，警方及廉署調查中，預計將有更多案曝光，公眾可關注政府獨立委員會報告，推動改革。